攻守上帝的话。继续阮来读哥罗西书3章1到17节，请。所以大家听我讲的话，就是耶稣基督也是弟兄的话语，就你因耶稣，他你的因耶稣，因为你把死也你的话语甲基督三更弟兄的，伊都咱的话语。到伊原理的时，你也得三到原理的所以你就还是因的把就是咱有误会，也是害主加寒心，就是拜拜我上，因为你家耶稣上帝受地到被你的人，另外因用咱的时，也把咱家也有家的，那是家你就是万分受气，恶毒非道，甲虽然的少的话，无你讲变太少的，因为你为人大义的名也不是真的人，就是你的满心到底的要创造伊的像，伊将无变的你有干的无干的，我这种话智慧都是万物，各以万物用，你的我所变，是了的，要你的心盖领主，让你现实你就当三下面，记住数百下面的力量的安宁，底下的灵的就心爱他，就是完的人，有一道的你历史来最初，历史了让最也要想有这些个人的当下。有我遇到的力，力大的力，有创力的心，有喜有光，有喜的三后，对我的心来热手，跟我爱说爱想，拢有一处呀说名来。这时，阮来请杨牧师为我们讲道。讲道题目是去旧换新。各位兄弟姊妹，以及伫线顶甲咱三甲主持的众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今仔日是歌罗西书的这段吼，大家拄则安尼读吼，长。总是呢，伫即个历史历代神学家咧即个分享即段经文的时，嘛有人咧讲，哎呀，这是吼一个神学面顶的安怎个怎样吼？但是大家毋免烦恼。今日我所要甲大家分享的是根据咱来先来看讲，即段经文内面，咱会当分做啥物款？大概3个段落。这3段呢，大概是安怎？过来，我会甲大家分享讲，伫这内面，毋若是教导尔，教导讲着爱安怎，着爱安怎。若只有甲安尼，就毋是讲道，就是说教。恁着爱安怎，恁着爱安怎，安尼就是甲担放伫各位的脚趾片面顶。安尼就毋是讲道，讲道爱有福音啦，讲道爱有福音啦。
讲道袂用，都是讲恁着安怎恁啊？这是我相信应当爱安尼吼。啊，为虾米呢？这内面毋是教导甲足明显的吗？为虾米牧师会讲这内面有福音呢？好啊，咱就刷来看吼。首先呢，咱来看吼，这个架构是安怎？第一节甲第四节，第一节甲第四节咧讲的是，哎呀，所以安怎？捌甲基督同个我着求伫顶面的事，咱着抵顶面的事，毋通搁抵地上的事啊，因为已经搁我。第一节甲第四节咧强调这，应该爱追求的，应该爱思考的是顶面的事，是天顶的代志过来一个大的段落，就是咧解说这第一节甲第四节咧讲顶面的事，啥物是顶面的事？顶面的事咱查甫人会想啊，顶面头章敢有够因为落较济头章毋是即个顶面啦，天顶的事啦。啥物是天顶的事？即财宝伫天顶，天顶的财宝是啥啊？地上的财宝咱拢知天顶的是啥所以第5节甲17节咧解说是头前咧讲论的即个意义是啥？佫会当呢又分较幼咧分两边啦。第5节甲第11节咧讲是负面的，就是爱堵去的，伊用佫较强的字啦，即个动词讲爱拍死、砰甲拍死但是12节甲17节讲的就是正面的，应当爱安怎？着用啥物？也是着安尼安怎所以咱来看大概分，你讲2段嘛好，你讲3段嘛好，总是伊咧讲的是同一项事。啥物事呢？就是咱已经甲基督同个我，咱应当思考天顶的事。首先咱来看即个天顶的事伊来解说的时有2组啦袂用做的代志，伊先讲5个，过来呢后一节搁讲5个爱做的代志讲5个，所以有2个有，搁另外一组5个安尼5项袂用做的事，搁5项应当爱做的事。咱大家咧读的时，毋知是毋是着安尼读过哎呀，遮安尼噼噼啪啪，尤其这第头前的这2个5项这读来心内是真艰苦。咱心内检查会想讲，哎呀，我是一个老实人，我无惊遮个啥物奸淫啦、污秽啦、私欲啦、贪心啦，无拜偶像咱乖乖拜日拢有来后埔教会聚会嘛无怨恨我甲厝边相处了真好，无受气嘛无诽谤见笑的话，我平常时嘛无像厝边啥人咧错干落桥这我拢无怜悯的心、仁慈、谦卑、温柔、吞忍这就爱好好思量。我敢有行出人民的心，敢有行出仁慈、谦卑、温柔、吞忍，哇，这就好好思量。伫遮我爱大家讲，对，我第一遍读的时心内嘛安尼想，但是伫即个咧准备的过程呢，我感觉圣神甲我光照，提醒我一项代志，咱若今仔日无咧安尼想讲这就是咱以前咱嘛行伫遮的内面今嘛寸板嘛伫迄内面什么意思啊？咱若无想着讲咱是会走迷的人，也是咱咧迷路，安尼就找无路。什么意思？咱若咧迷路，无意识到我迷路安尼是毋是就袂出去找正路？赛车的时，若毋是 GPS 一直咧甲你讲行毋着路，请回转，佮继续赛，请回转，爱活倒转嘛，对无？咱若无即个意识，讲咱已经迷路就继续迷落。所以咱伫咧读的时，袂用迄头前迄10项，就掠准讲咱拢无呢。你讲无啦，迄伤恐怖拜偶像啦，奸淫，哎哟，无伫，遮我拢无啦诽谤见笑的话咧，这我嘛拢无敢安尼咱拢知影，已经咱甲人相处，应当爱像安怎？倒边正边，倒边嘛福禄嘛，对无？
总是咱会拢舞甲正平安尼啦。你讲无啊？我无像安尼啊！我讲某咪人，我无安尼煮个片啊，安尼伫咧甲颠啊，吼，无啊，无对，咱无。咱厉害的是，咱会甲别人斗，对无？吼，会笑就知，嘿。我甲大家讲两个特色啦，吼，咱大家来思考啦。你要犯的吼，较袂是吼，你甲人对敌吼，较袂是像即个图安尼啦，嘿，较袂安尼煮咧安尼共变啦，袂。若要犯遮的吼，第一会甲别人斗。哎哟，你看迄箍啦，每一工安尼妆较水水，化妆化那么浓，来教会呢什么？哦，你着甲别人斗嘛，你袂直接甲讲嘛，咱袂安尼啦。第二这个特色，爱请大家爱注意。第二吼，无啦，无咧讲啥即个外表啦，状态安怎，我拢无咧讲迄啦吼。是猫咪人吼，拢无咧讲迄。开始咧斗的，若是一项，咱着爱注意啊，态度。哎呀，伊哪会安尼啦吼，拢无笑容啦。我请伊帮忙，伊哪会拢无笑容安尼啊？即个人态度无好，态度注意。无须甲大家分享，为什么讲态度，咱着爱注意呢？因为咱若是开始咧斗一个人态度的时，寸办就是无别项通好斗。寸办就是伊其他项做了袂歹，咱只有当斗态度尔嘛。伊其实行了好，行了正，而且嘛做了好。但是咱就是看袂惯势，咱就是怨妒，咱就是诽谤，咱就是看袂过，咱就是爱找一个芳。咱可能已经食头路安尼吼，啊打来即个膝头安尼足忝啊安尼吼，啊你请伊帮忙，你前辈嘛请伊帮忙者，伊可能无法度有一寡笑容，若讲笑容，可能嘛笑咧，你会感觉可能你着换讲啊哪会遮虚假安尼啦吼，这嘛是态度啊吼，伊若真正挤出迄个笑容，你可能说啊哪会安尼遮虚假安尼吼，假身吼。态度注意这两项，咱若咧思考咱的生活内面，咱若开始咧甲别人斗，咱甲第三个人咧斗伊，第三者，我们找第三个人来讲，不管是厝边同事，甚至厝里的人，我们要是开始跟别人讲这个人，这是第一个征兆，第一个掉头，第二个，咱咧讲的是态度。咱若开始咧斗态度的时，我阁提醒一遍。安尼是毋是咱着爱检讨家己啊？在先着爱检讨家己。总是啊，甲大家讲啊，这是困难的。我今仔日会当安尼讲落来，就是我回想家己是毋是嘛是安尼？就想要甲别人斗迄个人啦，我嘛是安尼。啊，这从来拢毋是简单的。所以我讲，袂用甲即个担放伫大家的脚趾片面顶。啊，我家己嘛是共款，总是伫今仔日的经文内面有一个短读，这就是重点嘛，是12节。12节讲的是啥？12节讲的，我读一遍。12节讲，恁既然互上帝所见，是善也得着疼的，就用怜悯的心、甲仁慈、谦卑、温柔、吞忍来称啊。伊毋是独行啊，伊强调是称啊。为什么称起来？即个譬如我即摆讲，即个短读讲出3个重点，对咱真重要。第一个重点，称起来，即个仁慈，即个吞忍，即个谦卑，即个温柔，咱称起来，因为称起来了后，咱看见是咱的衫。咱平常时安尼看是咱的衫嘛，咱看见的是咱的行为。牧师，你毋是一直强调讲，咱得着救赎是恩典，独是恩典，毋是靠行为来得着救，是安尼无毋对啊。总是免咱会互大家知影，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爱看咱所行嘛。咱的所行是啥？其实毋是怜悯的心，毋是仁慈、谦卑、温柔、吞忍。哈？为什么毋是？
因为灵敏的心、仁慈、谦卑、温柔、吞忍，咱这是特色，这是特质。爱看灵敏的心行出来行为是啥？这就敢若咱人是伫一遮，总是咱别人看见是咱穿的衫，衫就是咱的行为。什么叫做灵敏的心？什么叫做灵敏的心？顶礼拜去新庄教会，阮兜迄两个我带来，我是足烦恼的，因为要礼拜嘛，迄是感恩的礼拜嘛，妇女的迄个感恩礼拜，妇女感恩礼拜啊，坐好好坐伫内面，啊应当我咧暗算，的确嘛是啦，无啥物囡仔去啊，去我实在足烦恼，因坐袂牢，的确。无几分钟就咧坐袂牢，尿尿蛇，我就足烦恼的。只是阿满这来，阿母诶，结果呢，结束的时呢，哇，甲按打了足好。结束的时，我看杨木恒摕一沓的纸纸迄个帽啊，安尼伊教伊折纸噻。我甲大家讲，这就叫做灵敏的心真歹势，举你做遮具体的这就是灵敏的心啦。但是咱要讲灵敏的心，心伫倒，咱看会到无？看袂到啊！看袂到啊！灵敏的心要安怎看会到？仁慈的心要安怎看会到？谦卑要安怎看会到？就是为咱的行为。要哪会看会到？咱是有灵敏的，有仁慈的，就是咱做出来是安怎做嘛？咱咧讲，哎呀，耶稣听你哦，耶稣听你哦，你态度爱改。你态度哪会对我较差？安尼这敢是有灵敏，敢是咧听你？这就是咱爱思考的，这就是咱爱想的。为什么伊特别讲爱撑起来？有灵敏的心，但是迄是撑起来，撑起来，大家看见的是撑起来的。过来，12节讲，既然安怎？既然互上帝所敬，是成也得着听的。这伫原文内，伫英语内面叫 therefore， 咱就安尼读过嘛。但是伫头前，伊即个原文内稳即个字，伫搁较头前，就是伫第一节内面，第一节翻译啥？所以，这是有原因的嘛。所以我伫读的时，咱就爱读到就知影，伊这是咧讲原因。既然，所以头前有一个原因嘛。头前的原因是啥？就是第一节甲第4节。就是讲，咱为什么行会出灵敏的心，行会出仁爱、仁慈、谦卑、温柔、吞忍，咱穿会起来啦。这个衫咱穿会起来啦。为什么？因为上帝的救恩，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搁活，因为咱已经甲伊搁活，咱不再是迄个怨妒，咱不再是迄个只讲拢讲人歹话的人。迄是罪性，但是咱人拢是安尼。所以安怎？第二就是即个所以，伊伫咧强调，是强调啊，指向第1节甲第4节咧讲的即个道理。为什么做会到？因为咱已经安尼了。所以这就带来第3个重点嘛，咱是安怎？要不第2，这咱是已经得到听，是成，这是成的。结果得到听，这个原文我特别去查，伊用一个特殊的形态，完成式啊，已经得到听，完成式啊。咱汉文内面无完成式啊。我甲大家解说，这就是已经完成啊，已经做啊，咱已经得到听。咱相信的迄刻，甚至进前，伫咱捌耶稣基督在先，上帝已经听咱已经得到听，无惊吓，已经得到听，做会到。第3点，穿起的这个譬喻是足趣味的一个譬喻，真深的一个譬喻。穿起来，这个灵敏的心，穿起来仁慈、谦卑、温柔、吞忍。咱即马的确是讲灵敏，拄则咧讲灵敏的心、仁慈、谦卑、温柔、吞忍。咱讲即个人有仁慈、有谦卑、有温柔、有吞忍的时，咱想起来是伊的所做所行。
总是为什么？为什么是福音？为什么伊强调咱做会到？因为伊即个穿起来是一个特殊的动作，即个穿起来是一个特殊的时态。伊即个穿起来是咱汉文无、英语嘛无的一个时态。我以前时常咧解说，这足恶翻译的，伊是 deponent， 伊是官身语态。什么意思啊？伊的意思是讲，毋是咱甲穿起来，嘛是我们被穿啦。什么意思？是咱安尼做，咱相信，咱得到救，即个人民的新人主温柔、谦卑、吞忍，嘛着安尼扛起来。这要安怎讲哈？就安尼披伫咱的身躯顶。我们是被这个上帝即个扛起来，毋是咱主动尔，嘛是会着临到咱。咱着安尼相信，咱着安尼行的时，遮会好的特色，嘛着会伫咱的中间。哇！感谢主呢，各位兄弟姊妹，这是偌好的。所以这毋是讲恁着应当安尼应当安尼应当安尼尔呢，这是一个应允啦。咱安尼行的时，人民的新人主谦卑、温柔、吞忍，都赐予咱呢，都伫咱的内面啦。咱着穿起来，毋是咱来穿啦，是敢若个耶稣基督甲即个衫甲披伫咱的身躯顶，是安尼穿的啊！啊，偌好啊！我想到即个比喻，感觉实在是足美好的，足赞的。我做袂到无毋对，我买袂起即领衫，我袂晓穿即领衫。咱若去迄个日本哦，有迄个 kimono 体验啦。kimono 迄是无法度正式 kimono， 迄3、4个人帮你穿啦。啊！有个人咧讲上痛苦就是围迄个腰带，因为腰围啊，围迄个腰，有人帮你穿。哇！即马遮个家己穿袂起来，家己穿做袂到，咱靠家己是做袂到的啦，袂啦。要人民，要人事，要谦卑，无法度啦。总是这是一个应允啦。咱若愿意去穿，咱若愿意安尼行，上帝的应允啊，是有应允互咱啦。伊就帮咱安尼甲穿起来，咱就会当哩啊！哎呀，这是偌尔啊好的一个应允啊！所以咱伫今仔日的这，咱去想到，咱会当褪去即个旧的，换上一个新的衫。即个换衫即个动作，咱愿意，若是咱换，咱行，咱会当行出来，咱会当换新的衫，是因为上帝会甲即个新的衫甲咱披起来。咱三家头祈祷。亲爱的主上帝，感谢你。主虽望阮不配，虽望阮是罪人，虽望阮心内满怨妒、私欲、歹的，总是你救拔阮。伫阮也未认捌你的时，你救拔阮。你伫十字架顶已经为阮死，你已经搁活，你搁活，互阮嘛甲你同搁活。阮已经无共款，阮已经不再是过去迄个人，阮已经伫你的内面成做新造的人。阮会当行出仁爱、吞忍，行出宽容，会当赦免人。主，这拢是你的恩典，阮感谢你，阮相信，当阮今仔日开始，阮继续去行遮的事。阮会当愈来愈有气力，愈来愈自然。阮就穿起来即个新的即个人，阮就会当行出人民，行出疼痛。祝福阮来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